北检侦办金华城用积率的案件，昨指挥廉政署敲吹，是约谈前台北市长办公室的主任李文忠，加前顶越开发董事长朱阿虎等16个人，其中就有15个人移送北检复讯。未手检察官认为李文忠加朱阿虎是牵涉金流的关键人物，以涉嫌贪污治罪条例，而且有串证可能向法院声押禁见。 面对镜头拢无讲话，今日北检也是前台北市评议局长的朱阿虎，搁再互约谈，也相关互约谈的，也有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。北检继续追查金华城用积率案件经济流向，27指挥廉政署分做29位来搜查。法案郭文铁、前税务前秘书加前新春地文教基金会秘书长，当中被总共16人到案说明。 廉政署甲其中15人移送北检询问，问后金华城公司监察人张志廷以250万块交保，违建集团服务经理陈正元以150万块交保。检察官认为李文忠、朱阿虎伫金华城案件金钱的流向关键的角色，而被依照涉犯贪污治罪条例，而且有串证的可能，向法院申请归押禁见2人。 这其实也代表着北检在金华城案有重大的突破，恐怕已经查到关键的金流。简单讲，被勾稽到了金华城的钱。 而在木可竞选总部出现，甚至是基金会出现，所以他才敢声押他。我们真的对于他可能涉案的情况，没有什么特殊的管道可以做任何的掌握，因此我也不会去做过度的臆测。台北地方法院是定2日暗时6点50分召开归押庭。另外，检方是不是第2摆传唤郭文铁的去后，但佩琪也真侪关心甲注意的焦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